哎呀，各位聽眾，我再歡迎咱到底來收聽我人收看收聽，啊，即到 YouTube 咧度收看，到啲 Podcast 聽 iTunes 啊、Apple 啊、Google 啊、Spotify 啊，真係到嚟聽，都是收聽。即係邊咧學嘅節目，即係禮拜咧我俾講嘅，哇！第一是講看命，領導咱們做嘅隻話題唔知百幾處嘅時，咱講睡命，同佢咱講看命。看命跟睡命其實是像啦，即係對清楚啲。咱用一個迄個 anonym 上下，嚟有咧是叫人叫看命 anonym 啊 anonym 係 Anthony 嚇 synonym anonym 是反義詞 anonym 對，同義詞是 synonym， 所以看命。睡命是像這個物件，本是女係一條命。哎，介紹我特別嘉賓先，我係特別嘉賓ที่Google Meet 特別見時裝。哦，羅人呢，春咧春話人阿三lak沙噶，應該呢個叫我阿龍呢，แล้ว去 Clubhouse 上面看嗰陣 ，Clubhouse 度就這人 ，Clubhouse 有一個南西啦。冇鹹甜啊，高三字啊，未使講阿韓蘑菇，喂娃娃，誒起來啊啦，一看別幫晒啊，起來咗啦。幫了。Good morning， 阿偉幫了個，你嗰啲幫掉個啊？你估嘅你幫？哎呀，我都困車數。哎呦，一聲。歹勢。哦，唔要緊，你老掉誒句子，講好聽你幾個看，幾個告訴。OK， 誒，特別，咱唔是講無啊咩？句子，唔要緊，咱係做報看。OK，來，就是講王定之啲講嘅是講看命，要聽看，就是人捌看命過，了。準無準，我是唔捌看命過啦。老實講，我是唔捌，我唔捌想要去看命過本。我 try to 逼人做咩事去看命嚇？嚇咩事啊？我看是有幾那種嘅啫，我唔是淨係看係兩長人命啫。啊，真人看你喙呢，你無面，你 camera 實較關係嘛？你 camera 哈，大家看到呢邊啫。because 我冇看到 screen 同我做得白面嘅。我都講一句先。OK，我知啦。OK。了嚇。我是有看過紅毛面，本嘢就紅毛面個紅毛面啊。我講啦，我講好你聽咯。OK， 人哋看面佢就講因為無上國家無上看法嘅嘛，看你見到一種嘅 game 嘛，對唔對？所以我有知道我是呢邊咧點先咧，我係 X 本手咋，我本手是真聽嗰種本手，定之唔係講嘢咯，真聽。所以你咁講，我感覺就家己做一個做到真正錯嘅事嘅咋，我感覺就家己做真正錯嘅事咋。而家實時講，成日我唔掉緊咋，成日是人哋話嘅問題，所以我係到人哋講，所以我因為你同我點先時，我季節裏邊咧是真正痛苦，就我就做工特別咧，我特別咩對處啊，我看到我天花板啊。我直接想咧，有影無一隻物件，想得隻奇奇怪怪物件，不緊嘅物件嘅了就，所以我就是感覺種個其實是驚錯落去咗就，真係講，我就你成 regret 下，你是後悔啊 ？regret 我就後悔，因為 happiness 就是你講拍冇去咗，就是我自己做衰嘢，你自己做係冇去。所以我就想辦法，我就俾驚出一個傾裏邊都被揀出嚟啦，我被叫佢一段感情啦，只係俾佢叫佢哋感情啦，所以我唔就俾人再叫佢哋感情啦，所以我應該做咩？我做咩 message 啦、call 啦，做嘅啦咪搞咯，你是做啥意思？意下，你是講佢隨到啲意，我俾佢叫佢哋啊，乜對到對啦，俾佢叫佢啦。以前嗰啲半超性係如果你半超。伊無彩話性嘅，就話講錯咪唔記得做咩咧？伊無彩話語咋，無夠我講無言話語咋。係啦，我就講伊個話掉過，伊無事，係啦，伊無言話語就是講伊咪曉咯，後路 call 哈個識咯啊。伊學我慘咯嚇，伊個基本就係慘本，我 because 我後尾嘅仔，係咪學？伊本是就係慘本，我最重要我是 friends 係 good friends 所以我迄陣時有10年前都差不多。10年前哦，自己13年我有時有個概念，係了，
都我話啲十幾年啊，แล้ว話แล้ว先生，當然是耍啦，個斷有冇啲桃花？耍就冇關係，冇感情，冇關係啦，好朋友特別是朋友啦，แล้ว是朋友嚟，我主要冇玩笑嘅，แล้ว我都想要去解決啊，แล้ว我都除咗只解決你旁門左道嘅了咯，你除你換嘢冇食嘅。哦，不要冇食，哇！你上係 cara-cara 嘅 perbagaian 啦，所以我咪 berbagai cara-cara 啦嚇，我咪叫辦法咯。係咯，記得我時你都好就係我啲 straight ski 做緊啊，straight ski 呢邊啊，有看到唔知多幾條 poster 啊，有一個人喺呢邊做 tarot 咗，一去看 tarot 咗，แล้ว其實要點知啊？今日因為實際變係逼除路，係咯，依邊咧一支無數嘅，所以依邊咧除話，所以伊講你特別清氣嘅，我寫潮清氣嘅，係啦，你特別成compose 你家己成，你特別成上條，你愛講嘅物件，你每你 on call 嘅來除路嘅來，然之後你去一點。伊來除話就是講伊是session 嚟，伊學我一個 session 咯，伊講學我一點正嘅 session 啦，伊是去 office 我哋變年逼啲喺大頭整。冚開就 because 冇 show 嘅啫，所以大家冇人嘅了，所以 office 裏面嘅攞曬人嘅，所以呢度嗰一字裏邊，呢度成梅話講，你係梅係咪物件，你係債係咪物件，然後我就講，你成時候就成，你時候掉你係梅嘅物件了，你嘅條擺，我咪跳你擺咯，所以我跳就集中部上啱你擺出嚟就，所以呢度自己介紹我聽下就，所以伊呀就好聊就，伊係債。伊看啦，你擺咧，伊講出來嘅物件，伊唔捌話嘅就 ，first thing 伊唔捌話嘅就，我唔是 friends 就，我唔捌伊嘅就，冇我唔捌呢個人嘅就 ，Facebook 伊是係咯，我唔是 Facebook 本，伊是啲 straight skill 做一個 one of the program，because straight skill 要開一個大，because straight skill 當時有做 event 嘅嘛，所以有就一個人特別留住啊，有一個大邊做大佬小類種嘅。伊冇辦二本咯，冇辦二本你就佢就破，實數可以100個正時啊！有你這裡嚇冇辦二嘢就，because 伊是一個真啊 compose 一個查某嚟就伊幾歲嘅？係咯，伊數30幾歲咯，佢當時係30幾歲，當時10幾歲咯，30幾歲呢，伊冇老本嘅，伊是一個係咯，伊30真快 elegant 係咯，穿你啥craft 單呢，啥你 craft 單呢啥特別鋪掉嘅呢。伊是一個真正 modern 嘅人，但係你會 feel 到伊是一種整個回想，你講你白咗條咧，就是講跨破就 spiritual 嘅跨破得條件咧，所以度誒，頭先你講下，頭先人嘅回想，伊冇人講，伊嘅回想有只 charisma， 伊唔是講佢 look 呢，伊美國伊講伊成日要 fancy，because 伊只 charismatic 嘅我講話對。OK 啦，就係講，人伊是講伊講故事，我人愛聽啊，人感覺到，咦，佢夠講話了咯，是啊，係了，即查某咧，即係我講嚟講，接落嚟個即係個嘅理念，等我講嚟聽，伊即係查某咧，嗬，呢度調格，係咯，呢度梅話，我度梅面嘅咯。然後就講我都有人聽到問題，然後感情嘅問題就對啊。我就 specific 嘅，我問題就 specific 嘅，我唔係所有人聽啦，就 specific 嘅問題嚟嘅。然後一條格咧嗬，一講就這物件是舊話，一成話是100%想嘅呢種。一個講其中之後物件，一講咩物件就，你嘅命裏邊啊，這條格我看到嘅是你個你嘅媽媽。你看到是講有一個，你講你甲你媽媽地坐啲上一頂準位，係啦，這個是你媽媽嚟嘅，你甲你媽媽是無話講嘅。啊，你看你背就係咁，你都知啊。你講你甲你媽媽是無迄種嘅言嘅咋，唔是講就親嘅媽咪安尼言攏無迄個言嘅咋，讓兩人之間就跨一個 gap， 係啦，就零嘅就兩個感情就零嘅咋，兩感情就輕嘅咋。所以我看到你你媽媽伊無住喺你身邊嘅，伊是一個真遠嘅所在位。我媽媽袂關心。點解你是做工？你是伊because是做工，是所以感情無咪親就成日關係。我唔是，我媽媽爸爸用欠累啦，還本感情佢件處感情無好嘅。Before that 本好啦，伊家己白交啦，啦伊累就對問題，當時會家己跟累有關係問題都出嚟變小命嘅。你講感情。好嘅，所以咧特別咧你是直接 approach 掉伊咗，你講你直接 approach 掉伊，啊，我時候咧有道理本咗，人哋我媽媽頭邊 KL 嘛，
แล้ว我有想說你幾期，我找我媽媽嘅咋，我找我媽媽講，媽媽講我嘅咋。So because 伊講我是一個想要用無想要出力去補救一段感情嘅人，所以講這個是你媽媽嚟。แล้ว我聽了佢，我冇觀察啊，就咁所以講啊，人哋準你講最嘅時候，就講你無大無字啊，你去教一個人講你教你罵感情無，但是我教你罵感情可以喺度破咧嘛，對唔對？一行喺度破。所以就 confident 啦，一直頭講，伊無想講梅魯，你教你罵感情嘅呢，成個 fisher 想梅，冇錯，完全冇錯，伊無肯成話嘅適應個款，成冇錯，一頭咁講出嚟就我即係一直到 point out 嗰就是你媽媽嚟。你教你媽媽感情就薄嘅，係啦，學你媽媽有咩話講？學所在，學嘅話，我 English 教學嘅話就哦，所以是咪你六個嚟啦，變靚人啊，六個嚟，馬來西亞人嚟，變靚人。出邊有幾嚟啊？幾嚟？唔係，特別買狂話啦，買狂話我哋自己人狂話咩？入落嚟我哋學到就講一模可能嚟咧。哦，意思唔是意思啊。OK 嚟嚇，我先。啊！你們做幾 episode 時間來 ？OK。挑到一條格，伊講即係格呢項是查某王嚟，講 OK，即係查某王呢項，伊是對你生命，你當劍嚟講，你當劍即係你即係 face 裏邊啊，伊是一個真係要緊嘅人嚟，查某王，你家己做工嘅，我都請見啊，你就 Farida 咪係查某王咯。She is the first lady of Malaysian theatre 嘛，我講我，你是家做工嘅時候，你是第一啲人嚟，係你就聽下話，伊是查某王嚟，伊就格是 queen 嚟就，如果這裡 queen 唔是你出來人嚟，特別是代表 Farida，講嘅是你做工嘅，代表是你啲當劍你 life 裏邊啊，伊是一個真正伊好你就係 advice，你就聽下話嘅人。伊是一個有真正 influential 嘅人嚟咗，係咯，一個人咧嗬，甲你同感情出問題，係叫人啦，是有關係。伊肯甲我講嗰陣，我聽啦，我到赤嘅 ，because 我係 ex musician 嚟咗，因就是啲 KL 嘅 musician，所以Farida是識得真正識嘅一種嚟咗。伊安尼講，伊本嚟講就講，即係查某王咧，你會唔會即係人甲你查某王有關係講？我冇問，一直就講你這個人啦，跟這個查某王是有關係。這個查某王咧，伊是 queen 嚟，你就聽下話。所以我心裏面時候就講，伊是按照款嘅人嚟講，你應該是佢做工嘅人嚟，就是講你係拍工嘅。我講啊啦，這個人咧嗬，這個查某王咧，伊會刀卡手度擼，伊會啲你嘅感情裏邊，伊會點啲中位，伊會提你講話，伊會提你機會。So actually, Farida 有做淡薄物件，就是講一提話講話本來講，哎呦，啷佢解講啦，冇看到啷白白啊！伊唔是講到底佢暴露所咪講，冇看到啷白白啊！發生緊咩大事，人哋款嘅白等都咗，所以講入落嚟，伊度講到這些物件，甲了甲我拄到嘅有影面對嘅問題，伊咩嘅唔是問題，因為 detail 啊，我 life 嘅 detail 啊，伊講出來，嗰時哦，掉咗咗。我就是有請見。你笑掉時是唔是笑掉？你一看把你本手誒。誒，你咁想，我腦裏邊跟住笑掉喺裏面嘅，你就我腦度 already 抗議，跟住笑掉裏面嘅。我除了做工以外，就是笑喺裏面啊。我冇面笑誒就。所以我哋笑咧，伊甲我講，係咧，伊特別要講一個 point 咗，要講一個 point 咗。伊講係個 point 就是講我唔會講伊一接落嚟，伊個 future 是按照款嘅，伊個 vision 是按照款嘅。伊講你 vision 啊。啷個人是冇白白哦，啷個人是貴的，冇命，啷個人是冇命，命裏邊是冇見到對白白 ，impossible 嘅就。冇結果啦，人哋講藝術是冇結果咧，叫伊講是 gone case 嚟嘅，冇結果嘅破起來就係咧。伊講特別 elevation 裏邊看啲格裏邊，伊講特別伊看到佢啲格擺出嚟嘅佢個 pattern 啊，伊講伊破啦佢啊，特別路是冇，伊對路嚟講唔是一個同科嘅經驗嚟嘅。because 接落嚟，伊看啲物件嗰陣時，對你是好嘅咋。你當今甲伊安尼共考，你就要去救啦。Actually 嚟講，你未救咧 ，because it's already gone 咧，未救咧，伊未對嚟咧。特別咧嗬，你嘅命唔是無好嘅咋。伊講未救啦，佢後你會開到另外一個門，會做到無相關嘅物件。你行落去嘅路是無相關，伊甲我講一個物件嘅了。The end 就是 after that 咧，係咧接落嚟嘅故事就是啊。
媽媽歸先，係了我離開檳城北，係了我嚟 Korea 就到啲嘅啦。所以我想到當時啊，我感覺就講很 quite spiritual 嘅啫。係了 after that 啊，我係你點想？我被去 Korea 點想？我覺得佢除咗當時咗，我唔會講嗬應該去嘅是唔應該去嘅啫。係你點想 ？Actually 是我是 just 曉得咗 ，because 去對我嚟講是 give up everything in 檳城嘅啫。佢對我嚟講是真大嘅 sacrifice。真係大咗 because 我哋檳城北做工啦，我是有一個 sense of 係你種 achievement，我歡喜咗，係你工時我真係歡喜咗，我做到我真係暑假做嘅工嚟咗，我冇想要每日，特別講一邊咧做啲物件咧，because 一邊你過去咗，一邊你過去 ，my goodness，我對齊嘅，我一同佢一邊你過去，係咧一走去唔係唔係 Sri Lanka，一走去另一個 country 嘅，唔知是 something like Cambodia 嘅是 last country 就一個。伊要去邊做年過了，我講我 why 我唔意啊，伊講我 this is my calling，伊講你叫伊做呢啲物件，所以伊做年過啦，所以我 ever since then 我都冇嚟到做這啦，伊就實在你碰佢嘅嘢，冇嘢，我冇嚟到到啲嘢，如果伊要行另外一個就 spiritual 嘅路啦，所以伊未使當呢啲物件啦，伊講，伊咪當呢啲物件啦，特別是講伊本身是一個quite psychic 一個 gifted 嘅人嚟，特別有而家做久啦，有可能像個男仔有覺得講嘛，看上者啦，以前古啊傳就冇，所以伊飛到傳了，伊俾佢做年過啦，伊幫佢個啦，即係物件嘅啦，所以本地伊是即係是伊 make a living 嘅物件，所以趁錢嘅物件嚟咗，一直做即係物件咧，佢自己個人看大佬啦，趁錢咧就冇辦基本嘛，一刀看開話，一直佢自看幾十個人都教嘅就啊，特別我聽講人看面嘅人有當時伊個。按照講啊，你有一個咧，按照人講咧 trading 咧，往時你看到即物件，伊會傷到你家己北來，唔是吧？伊傷到伊家己。伊像你成日你睇有人做按摩嘅人啊，伊按摩嘅人，伊會用家己伊家己氣用只接到啲人嘅身軀，所以樣會只傷嘅嚇。傷到伊氣咯。對，伊人相信成個有能量嘅款嘅 energy 啊。你deplete佢了佢嚇，有，所以我有一個朋友嘛是伊佢自己看到鬼啊，我係上嚟邀見嘅朋友裏邊咧，伊看到鬼啊，伊講伊就特登伊看了鬼啊，嗰時伊提一個人，有人有咩問題啦，有嚟問伊咧，伊講了鬼啊，伊講伊會發燒嘅嗰種，伊會帶伊會破病，伊會做感嘅，伊講伊身體會攬嘅，所以伊特別等劈。幾禮拜一個月啦，一個月佢在當啲物件，所以有人嚟催伊啊，伊真係 struggle 本嚟就，愛打個手咪打個手，打個手嘅話，伊會破病咗就，所以你講咯，我有幾難嚟告訴佢。但係真別人啊，別人嗰個真係嚇，維爸爸都看面，別人維爸爸是住個看面嘅告訴。你頭先伊講嘅係你是 tarot 嚟嘅 tarot 嚇，對 tarot 嚟就 tarot 啦。tarot น่ะแล้วว่าราคา哪里啊如果有ว่าจะที่บูทาเลย tarot อ๋อโอเค tarot ล่ะ tarot ที่cái tarot cáiกดtarot โอเคแล้วว่าลูกก็อีกกี่อ่ะจอนเป็นผู้สิว่าจิตโตที่เลยtarot 牌อะไรทับหล่อ牌อ่ะแล้ว佚佗啥物？家己讀，家己研究啊啥物？呀，就家己研究啦，家己研究啦。แล้ว有一幫那時我好真興一個牌嘅嘛，แล้ว我就有買來家己研究咯，安尼款咯。แล้ว我就有做，我就有成日講家己 try to 算啦，安尼款啦。แล้ว有一日那時我 friend 就來找我，แล้ว伊就講起伊個公司啊有啥物問題啊，啥物安尼款咯。แล้ว伊就想講，伊應該愛走咧，就 means 講愛 resign 咧，還是伊愛 continue 到一間係咧講是婚紗。成日講甲人翕你是鳥衫，我講是鳥衫，是鳥小英，翕是鳥小英。แล้ว伊就問講愛走咧，還是愛安怎咯？แล้ว我嘛甲伊算咯，吼，แล้ว算也是我有甲伊講，because 伊公司內邊有幾那個要緊嘅人嘛，所以愛看講伊呢甲伊身邊嘅迄個 colleagues 咧，伊人嘅關係是安怎，伊 relationship 是安怎啦，所以嘛算咯，一個咯，แล้ว算出來咧，就是講伊
伊有一个 colleague 吼，伊是上加规个 team 啊吼，是真正听伊话的，所以伊是上加一个就讲掌权的人啊，我特别毋是头家来喎。哈，特别头家咧会听伊话，特别只大影响啦，是讲伊。对，会真大影响咯。所以真侪人会听伊话咯。所以若是讲你爱甲伊，是讲唱反调啊，就 means 讲是爱讲做无顺利物件，无相无顺的物件，你家己是只坎坷的咯。你会讲对喎，唔喎，连头家本听伊话喎，你看咯。然后我讲，你会讲。安尼款伊个公司的前途啊、前途是安怎 ？That means，特别我讲，你爱讲久的呢，袂顺着的咯，你特别有好一个 duration 啦。所以伊吼around 半年安尼款啦，所以这半年内面呢，这间公司会安怎款那种？所以伊举着会 cut 吼是 tower 呢是。tower 呢，你若是讲到伊大话会看啦吼，伊个 tower 呢是爱多了诶，แล้ว有人呢 from 顶面跳落来诶，所以伊个意思呢本会使讲是毁灭安尼款诶意思咯。所以我就甲伊讲，你半年内面吼，这间公司应该是袂久了诶啦，会多啦。我問你，sorry，我問你啫，你安怎去學掉？安怎 explain 嘅？有啥？有這啥 translation 係啥物件？對，伊有一個 chat 誒，伊有一本 chat 誒。然後你夾格，你是安怎夾格？你就係成個博哥安尼款，成個插安尼款，安怎就夾，你夾是人夾，我唔捌。伊夾啦，伊夾。哦。伊夾，所以伊夾若是伊特調愛。一條還是無？無，伊隔了是一條誒。哦。成日講 OK，你當今你一個 questions 哦，成日講 OK，當今頭一條格呢是你甲 A 嘅關係是安怎？所以你心內面呢，伊嘅心內面呢特別想掉佢 questions 啊。OK。啊，แล้ว伊去跳咯，跳，安尼款咯。แล้ว伊特別甲你講，伊想掉物件。對啦。哦。特別講，我會tìm淡薄 questions 互伊啦，成日講 OK 啊，頭一個 questions 你愛問嘅物件是啥物？所以人愛有一個 compromise 咯，你愛甲伊 compromise 講你嘅問題是啥物啦，安尼款啦。所以伊就想掉伊個 questions， 一跳若是呢，伊愛想掉伊個 questions 咯，伊愛真正 focus 咯，所以伊跳出來了，甲了下掉咧，吼，咱嘛一個開咯，哦，開個了咧就幾點有一人去要跳？無一個，伊有一個咧算法誒，所以伊有一個無相誒排陣啊，排陣安怎講哈？啊，無一個 system 誒，哈，無相誒。無相嘅法啦，無相嘅法用嘅法啦，所以我哋用第一間。哦 ，OK。伊擺嘅 pattern 無相，所以我用第一簡單嘅啦，就是安尼款一張安尼款問嘅啦 ，because 我毋是我本是研究差唔多半年安尼款嘅嘛，所以特別我甲你講，你研究這物件是吼，你愛真正靈修啊，你講袂曉講啊，靈修啊，你講。都明白意思，阿龍係明白，係咪是靈修？伊就是為伊成個伊特別 spiritual 對啦，伊特別 spiritual，伊特別做啲講課嘅，伊成個修行嘅咯。成個大媽你數揾嘢笑，你別使時時小小滴滴答答咧，係咪使啦？你特別成個，你特別真正，你講特別種嘅 personality 嘅嚇，伊是 spiritual 嘅人嚟講，我仲要招嘅係。係咧，嚇，然後暫時你特別成日講，你啲算啊時喎，嗬，你家己本特別準備講，你家己本特別有 preparation 嘅，就特別講，你袂使正亂嘅，你家己啦，你家己愛 prepare，你家己本嘅。所以若是講愛正愛佚佗愛做這個物件吼，你硬是你愛算若是喎，你愛 prepare 你家己，但係講你嘅頭腦係咪搞到特別空嚟啦？你個未學你嘅，伊特別你讀嘅是伊嘅名，所以你未想你把你物件 cloud 你嘅 interpretation。แล้วก็就是講你平時呢特別練你頭腦嘅寫要特別正啫。特別講你即個嗬是特別練嘅喎。你講你會特人會安尼款咩很死呢？你看個了你頭腦係咪安尼款未嘛？你即個是愛練嘅，所以練呢。所以練呢是安怎練呢？就是講
你改下你擺啊，你練習那時候，你自己愛練習算嘅嘛，對，算啊，然後你可以 refer 到對嘢 chat 啊，然後你慢安尼款啊，你慢安尼款學啦嗬，然後有當時有嘅圖畫，你會感應到嘅，你知道？哦，你 feel the emotion。對，你會 feel 到講伊愛甲你講嘅物件 ，maybe 唔是 chat 內邊嘅解釋嘅。哦，所以特別就明顯，你就一個不像 message 就特別就 clear 很好。對，伊安尼款，所以代表講你特別甲迄個卡所有溝通嘅，你特別愛甲伊有溝通嘅，然後唔是講特定夾啦，如果當 market 嘅位啦下面款嘅夾啦，嗬，本有出現，本有出來嘛，嗰陣時。你是早買你夾。拉薩達買啦嘛，嗰陣時。嗰陣時乜那個拉薩，暫時冇啦，那個差唔多大眾健康，菜店咪買好。對，所以我是有一個機會買到伊啲 original 嘅迄個圖畫嘅牌，裡面講伊是平時人用嘅啦，即 traditional 嘅迄個 original 嘅迄個 version 啦。應該係無相嘅，你啲看到一格嘅時候嗬，但是你會感應到嘅，你知道。然後特別我無安尼厲害過嘛，所以我是用22張格爾啦，22張格咯。所以嘛隨啊嘛甲伊講哦，你即個公司嗬，伊應該是未撐甲半年咯，伊半年內邊伊直接有事咯。然後個算落去咧，就是講，伊講無理由嘛，安怎會有事呢？伊就看袂出講有蝦米 problem 喎，嘛，你伊生理就真正好啊，蝦米啊。然後我講，我是安尼款看啦，我看到嘅是安尼款啦，所以你嘛看安怎咯。แล้ว結果咧，伊本是走啦 ，in the end 伊本走啦，所以伊走咧嗬。然後差唔多過真久啊，就嘛無甲伊聯絡啊咯。我 friend 伊成日講是去新加坡做工啊面嚟款，然後有一日那時嗬，伊 from 新加坡轉來啊，伊就慢慢找我了喎。然後伊講嗬，迄個公司而家是倒去啊。哦，半年內邊而家是倒去啊，然後伊人嘅結局真係慘咯，安尼款咯。哇，我都看到。然後講嘛好彩成走，安尼款咯。然後我講咯，你冇包獎包啊？冇啊，特別that time onwards 啊，我冇算啊。哦，我驚，哦，你會 feel 到講成淡薄事啊，安尼款啊。是啊咩？你咩時好啊你？我唔敢啦，我唔敢。哦，你頭隨時實在趣味呢？對，我對伊有興趣嘛，一陣間我唔知喎，我接觸伊。你是 curious I think，你是我 curious 啊，特別我接觸伊啦，嗬，我會有迄個感覺，我袂曉安怎講。哇，你邊度白刀係使去 straight ski 拜拜？唔係啦，你看你物件，你會感覺就講，你甲伊迄個擺喎，嗬，會有 connection 嘅，真奇怪喎。你無好咩？你看，特別算出來嘅物件，若是講無好嘅物件變真嘅，你袂感覺到佢哩咩？我 in the end 我無去動伊咯，安尼咯，別人咧，別人就是人捌去看命過證，捌人睡命過，就交啥子來？做咩事？我往時無明白是啊，我淡仔攏老人講嘅本是。每看，要去看命是因為你要做一個 decision 嘅事，你要再講你 decision 是對唔對是去咩？你咧你是係咪 ？OK， 我做過攞，我只是人那邊是做過攞到呢誒。看命 ，because 係咪數？一個是 I think 是叫看命，一個是講隨你嘅命是有偌重。哦，幾難鳥，幾難錢，你名。because 係咪數呢？ because 古當嘅時，我媽一人是佢做生意是賣紅公了嘅。哦，所以就金磚，可能物件啦。所以伊特特日呢，我媽借條黑餅呢，
跨 N 叫下嚟咪，下嚟藤尺就是下嚟通書啊，哈哈，下嚟藤書，日本嘅尺嘛，古早伊人去看水命嘅事哈，然後好日子係咪你講啲咩啊？伊就看下本尺，所以有一個 section 咧是講會水你嘅骨頭嘅命有落，你嘅命有落。鳥係咪就這咩啊？就見佢鳥啊？佢嗱錢，哈哈哈，伊就是夾你嘅出事點先？你白字對啊，又去水咯，白咩？白字咯，白字。你出事嘅日子啊，咩嘅了啊，伊人是隨安尼款嘅物件誒，所以伊講出來嘅物件呢，都，如果他暫時我不是啥半相信就無相信嘛，特別伊講出來嘅物件我I think 是16是17歲呢，所以都係咪咯按照講講。物仔呢咯，所以我是你媽叫你去看水嘅是，還是伊那是沙家，我成個買下面呢，所以我是感覺我聽，所以你媽叫你水啦，伊人去看嘛，所以我就感覺，安尼款講啦，伊入邊呢，伊是講伊干那有4句話呢，伊一行入邊干那有4句嘅話，所以我是感覺講。是講是一個，按照講一個伊要 remind 你安尼款你嘅命，你講你嘅命生成是安尼款嘅，安尼咯，所以我嘛安尼款嘅啦，沙家啦，我無喺多心入邊咯，and then 就 I think after 2年幾後呢，我就要我後來是我看另外一個咯，後來是看命。伊人是看下咧紫微斗數啊，你知哦？伊人是叫紫微斗數，是講看你手誒，看手，唔是看手板，伊不是夾咗個白字去算 ，and then 伊人是看上個下咧咩星座嘅something 嚟嘅物件，唔知點算嘅，伊人個refer to 下咧八卦嘅物件嘅，下咧呢都是什麼講咩？你九三字啊！我本捌看過，特別我人是看切圖。because 迄個人啊，伊講有一本冊安尼長長呢，像一個鏡冊安尼，了伊現對咯，迄個就是咯。伊條類背字，了伊個看類相，看類目睭，看類耳機，類喙齒拍，伊看類鼻腔嘅款，伊看個了，所以有講幾項特別。伊看我伊人迄個人來做嘅時，是講做佚佗爾啫。伊是甲人，伊是別人拜託嘅。แล้ว伊都好來，แล้ว伊人嘛講叫伊看咯。แล้ว伊講有陣時囡仔看袂準 ，because 囡仔我會變，伊會大漢，伊會變呢邊。我係唔是。你背伊講有個物件是安尼，背字走袂去嘅。because 你生出來就是類背，特別類相咧，有陣時會變，像有人講囡仔巴肚了破相。換一面嘅啦。所以我迄一陣我讀平話，我14歲，แล้ว伊講特別咧，伊家己有家己嘅 rules 啊，若是講爸母咪互人講伊 fortune 咧，伊就咪講出來。แล้ว我嘛甲我爹講咪講 ，because 伊人講我古早正細漢就叫我人爹我嘛講我袂使話款物件 ，because 我會正應和咧先針去。所以伊人講咪講，所以伊有鳥，我過記過，伊講我骨正，伊講我骨無重，because 主重就是主好，主重就是主好。93字你就重93字，你就重一歲就是。我係正輕呀，我係人安尼重，我係咩正輕？我唔知鸕鳥三字名，伊講是鸕鳥三字，對唔對？對，鸕鳥三字名，伊講。我會記，我是差不多7秒，特別咧，伊個看有一個人哦，伊9鳥龜咗，所以伊講迄個9鳥龜啊，9錢龜我唔知啦，有9鳥9錢啊，咪龜啦。9錢小米。伊講迄個人伊命
伊講你人嘅名是應該是好啦，特別我知嘅，當然有 app 先啦，當哈，當然有 app 係算嘅啦，OK。喂，記頂到是人捌算好我過我未記啊，頂到邊好見捌人講算。清骨咧有攤 apps 啲啦，但係講九十字講嘅智慧度數是用高嚟計嚟算。佢哋高嚟計啊，即係高嚟計是地址刀嘅啦，即係地址刀嘅。地址刀嘅，然後講下就咪講地址刀嘅，係你我本是唔係嘅，是我係默，咁我係以白話起。哦，如果係咪算呢？我係默，但我係以古仔伊人會捌算嘅，because伊人都是對這個師傅嘅，這個師傅呢大我係話啊，我係金榜下邊話呢是真呀，真呀出名，係咧，咁了人啊，我係咪數啊，佢幫你啊，佢吹伊啊，成個看名水白字啊，咪咁了嘅，所以呢，伊就講咯，伊講我，伊表示係咧是，暫時是 I think 是買每條做工嘅物件誒，我係嘛，對伊人食煩惱，我要做下面咁了嘛，所以伊人就講啊，伊人就隨講好，我係無形啊，是講係咧精武水好，圖下咧，伊講我是欠掉。無夠金，伊講我名里內邊咧是欠金嘅物件，所以我就要去做下咧有 related 對金嘅物件，啊無就是你去做下咧國金店啊，啊無就是你成個你做鑄隻啦，伊講有 metal 嘅物件啦，啊無就是去賣金啊，咩嘅啦，即係有 related to 關係對金嘅occupation 就對啦，你要去做咯，所以แล้ว就講到關係，你減水嘅，就是伊做係啲似乎是阿咪物件，我伊人有伊人家己嘅講法，你真趣味啊！我是感覺伊講了是真趣味啦。伊講到欠開啊，欠金，無夠金，欠金，所以伊就 encourage 你去做燒焊啊。五金啊，賣金啊，五金嘅嚇，賣金啊，無就是做鑄隻，表示講鑄隻是蝦米？係咧位啊，咪個了不是用係咧鐵做嘅嘛？講，OK 嚇，OK，sorry 嚇講。嚇，係咧，了伊講個有一半時呢，伊就講啊啲講個尾時，伊就講有一個呢伊快掉，特別伊講伊唔係講 ，because 伊講一個呢，若是講伊講出來就是伊講蝦米泄露天機，所以伊唔係講。哦。伊講。伊咪講，表伊講即個物件，actually 嚇，伊看伊就是對伊有傷害嘅，所以伊講伊咪講，表伊合暫時本錢也留了，趁啊伊不是歸心了無大這邊啊，所以伊講伊咪講，所以有一個第要緊嘅物件，伊講你就要大家去你去做，你去 experience 咯，講你慢慢，若是講你相信啦，伊講你相信我講嘅物件呢，啊，你就會知係咩物件咯，所以我不是安尼咯，我是就冇相信安尼，都是安尼啦，所以我是講下面咧，是講咩物件？你相信冇相信？伊甲你講就係咩？我是甲你講就你無減金了未去減嘅物件，伊講，若是講你唔係做安尼款 related 嘅物件，講不是比較緊，講比如即係是看你家己相信定無相信嘅嘛。哦，那你知唔知係你天機不可泄露嘅物件係咩哦？唔知。哦，我都冇去查。Usually 伊人無咪suka 講嚟無好嘅事，伊咪學你煩惱嚇，煩惱嚇，伊講講，無咪好嘅物件伊無咪講，你睇唔？Because 古早嘅人是加 superstitious 嘅，所以人愛搞錢啊，愛傳播啊，伊人會問，所以伊好嘅伊就直頭講嘅，然後無好嘅伊就無咪講，然後你特別問伊上個。即個人伊前途好，會趁食哦，即大半怎樣？了，若是無咪好嘅，是伊無咪愛講嘅。了，你就知啊咯。若是伊無咪愛講，你就知講，即個 maybe it's not meant to be，但係伊有陣時會甲你講，你若是相信，就 OK 咯。你無相信，你是當成看廣告書了咯。伊有甲你講變咯。你相信，你就做；你無相信，你是當成耳邊風咯。哦，都是安尼撒嬌。我係默講話一坐我去看，安尼啊。但你但你有成個有清查，你有影響，對你教你看命，教你平常你話聲話咩影響我呢？搞啥子？我是感覺是講我冇相信嘛，and then 佢暫時 because 本 I think after SPM 出來，本 still 要吹掉自己嘅係咪啦？自己嘅我要做係咪物件啦？所以我就冇做過冇上嘅工啦，and then。
到尾是講I think 就是5年前嘅事咯，就 start。我是講我特別做接手我係咧，安怎講我出來嘅物件啦，是做對做只嘅物件咯，安尼咯。哦，你仲唔是講做只賣迄個香料嘅咩？哦，你是你媽。係啦，係咧，我係媽嘅人做嘅，我姨人賣，特別趁那本冇啊，冚啊，人本買做啊，安尼啊。So because 我唔知講嘅對唔是唔對啦 ，because before 做係咧賣香紅公料嘅時呢，嗰早一幫呢，我係有影隻我係做五金店嘅。哦，我做五金店嘅。So 到 after 做五金店就做賣紅公料啊，紅公料都冇做到，嗰兩人咪做嘛，我姨咪做，我媽都老啊未做嘛，所以就冇咯安尼啊。阿韓呢？阿韓我看阿韓上線，阿韓最名。啊，點樣上？我可能睡過。我去台灣佚佗嘅時，伊有一個 tourist trap 啦，就是愛買迄款激嘅啤酒啊，蝦米物件。我到當今我個有行啦，我係啲我wallet內面，伊就講咯，我嘅名嗬，我嘅八字啊，加了我是小姐金。哦，你咪是嘅教後應該教三字咯，你教。了，伊講我名你小姐金，哎呀唔會啊！了小姐金了下就會穿咯，就係誒死哦，我係係句嘅嘛，別拍哦，了你睇教教你冇得咯，你看你別使清白金淡淡。啊，是咯，我未清金嘅物件嘅，真嘅，我 allergy to 金嘅，了呢，伊就講。嘅一個是較真啊準嘅啦，伊講我嘅名啊，運動愛17個筆畫。哦，你名就17，因為17個筆畫係等樣字啊？啊，是啊，我甲7歲，我較會曉寫，我較記唔得。哦，小甲講寫了，我知即個是真嘅，因為我嘅媽去找古宗明啊，是古地真啊 famous 誒水名鬼名誒，哦，甲你改名鬼 baby 嘅名誒啊，了我嘅爸我出事嘅時就可以看我嘅筆字，我 OK 17個筆畫行啊，即個是伊有 corroboration 啦，嘛 OK 咯。了and then 嗰一擺咧，我有一個朋友，伊是一個馬來亞真啊出名風水誒，伊先生誒學生來啦，了是大埔嘅啦，了伊嘅名伊有紅毛名嘅啦。出名啊，人知啊！即係大波啦，真啊出名嘅，真啊出名嘅。你講緊你名啊？我唔知。我知，係你合是唔是？伊常常有出現嘅善者嘅事。啊，是啊，伊但你咪出書嘅啦，唔是迄個查甫嘅，是迄個大波嘅。我知。OK，了，伊就講伊愛學嘛，可以順咯。了，伊講我嘅名字啊，我是一個報道來，了運動愛行去磨練嘅。哦，所以磨練了較會來咯，較會 smooth 啦，安尼看咯。了我當今就無工做啊，磨練掉。咩？你冇做啊？你病冇做啊？冇啦，意思講你經歷物件嘛，你對，你多誒，你磨練，按照你買那大聲啊，韓。啊 ，sorry，我當今用 Sony 嘅 headphone。哦，該大聲，該大聲。我明白，伊講你名是就俾磨練嘅呀。啊，因為我細漢嘅時想好名了。哦，你唔是你媽只教磨練你咩？你媽只鹹嘅咩？你媽到底要播你多嘅唔是啊？是啦，不是，你迄個是小事嘛，迄個是 small problem。
嘛，安尼看咯，若是我下摆较老诶时爱发达嘛，爱磨练咯，就安尼看咯。哦，你當然都冇做病嘅講啊。我可能 retrench 嘛。哦，冇得 retrench 哦。無啊，10月哦，that's why 你對馬來西亞嚟講。啊，是啊。哦，後面本人很是。就是啦。無啦，伊互我真啊好誒 package 啊。哦，阮當愛行誒啦。啊嘛，安尼款咯。了。看飛機嘅嚇。啊，係咪飛機？啊，坐飛機。係咪坐飛機 ？message，sorry，坐。哦，叫你看你 private message，你 back channel。OK，阿龍。阿龍，我俾聽你，經過一個。要講嚟香港嘅。香港嘅，一困嘢啊！香港嘅我哋就是講嘢啊，係咪困嘢？冇啦，你講三句呢，都了嘢啊！你就係講，我講嘅啲咩？我係記。但係你講嘅是，你有講到一個，交出嚟跳皮囊嘅嘛？我就以我冇講皮囊嘅。你今日講你嘅香港跳看呢，特別正準啦，特別你冇講 details。是咩？你是到底錄音是講，是到底 Clubhouse 是講。我未記啊，我就講我有講過。哦 ，in between 錄音 ，OK。in between 錄啊，就講冇落過。我是香港聽數，我朋友伊教演，係咧我這朋友咧是老朋友嚟，往20幾年誒，所以香港嘅時候，所以我是伊教演啦，伊古仔是 pen pal 嘅，所以伊教演了，我是。伊古仔係咩？你 pen pal。pen pal 往嘅 pen pal 嘅，伊唔是我嘅 pen pal，伊唔是我嘅 pen pal，就往嘅演啊，我跟一分鐘裏面講係了，而係你演啊，係你演。我古早有一個唔知係咪 world 係咪 vision，唔是 world vision，有一個 pen pal 嘅一個 organisation 啦，有一個安尼組織嘅，我都去參加咯，學類啥是為幾學啥是攞一顆美金就something like that啦，幾回事？我學一顆美金，而家13、14歲咁樣。OK，用學咁樣咯，然後我睇到一個 pen pal 香港嘅。然後就成皮，係啦。夜班裏邊咧，報一個朋友，搬成皮。然後咧發現到後面就，我個 E 成皮啦，我個 A 成皮啦，然後 B 咧嗬，個我好朋友成皮咗，所以我後來我個發現到嗰個咧，我兩人嘅朋友是上班嘅咗，然後我個一個朋友是機票出面冇上班，特別我until today啦，講4年啦，我攞嚟香港嘅查某，我攞嚟邊嘅查某啦，講4年啦，until today still 是。bestest friends 啊 ，until today 就你亂咗 communicate 咧是寫 email 咪？唔知是寫皮。After that，我見佢個咧落個咧就 ICQ MSN Messenger，上會先啊，啷個了？病會79年嘅，往病會個了就，所以往白畢業，用我畢業，白讀大學，所以往。share 真正往 live moments together 嘅就，往是姑姑嘅 studio，特別往嘅 WhatsApp 啊，是 almost every day 嘅就 ，until now today 嘅就，所以往就係香港咧，往上去香港，特別隨樣白食飯啦，白幾套樣，往真正食嘅，所以咧嗬，一嚟過咧就開始嘅，所以樣記得我自己教員咯，一教員，但係我哋去參加一婚禮啦，教員。所以教育都佢有啦，我白白去我講我俾去廟街，我你家有大漢咧，我唔係去廟街看面啊，出面啊，咗你看 TVB 戲啊，特冇就講廟街有人睇命佬，講先嚟舊咧嘛，去邊切土啫，我熟咯，咁啊去吹，咧有一單，你是一個安迪嘅老阿姨啊。伊無講真係老啦，特別伊是，我其實是伊目睭一個目睭冇咩好事嘅。哦，上個時陣就我未記啊，我冇咩記邊咧，就30歲或者冇咩好事嘅。就是種你就看，就講是伊會曉看面係種嘅人嘅啫。哦，所以伊是鳥嘅，伊有一個鳥男，冇鳥人，係啦，伊鳥出來跳皮囊咯，伊跳啦皮囊啦，伊跳，佢抓出來，伊就念啦，係啦，伊就咪話講，你係咩名嘅？我唔會講，你講廣東話講 of course 啦，我係講華人好，所以我係講廣東話嘅，所以我小係講話是 native speaker 嘅，所以我就計講我俾看查前面有咯，講唔要緊，你係看下落字，你都學落字類，有個呢哦，
就是愛累嘅嘛，伊就是擺到我就是做成你嘛，你做做做，你嚟個廟街你看命，就是要好講攤累嘛，所以你愛要講好你在門內行，講你喺門市行，你冇可能背累咯，就簡單嘢就，更加就 straightforward 嘅，伊冇講你拖啦，冇講咩，而家就是愛攤累嘛，你未能做咩嘢？你嚟拜誕，你未必你嚟吹，就是未制，嗰陣時拜誕攤累啊嘛，就是咯，你愛制，我學你制，你學我累人咯，你歡喜嚟，就唔係逼你嚟。冇逼你嘅，叫嚇我歡喜，係咯，我就每講我係事業咯就，我講我係事業，哎，而家伊講嘅物件是我會到車驚嘅就，伊講我，伊講條物件就，應該點寫？我是2014年嚟嘅，2014年嘅2月，我朋友是2月15號教嘅，你 after Valentine's，2014年嘅就，2014年講我，你嘅命唔是啲你當然大嘅所在嘅就，哦，你是當馬來西亞個。嗰時你公司就歡喜咗就係咋，其實我當你做緊嘛，只個14年，我是1年嘅嚟講，你講，你是要起張歡喜咗就係咋，你是要起一個真正歡喜咗就係，離開你處長歡喜咗就係，你要醫病嘅。我講我唔是係會做就係，我唔知係會做就係，你講你愛起得落位。哦，我想你講咩嘅女啊？家頭你講你起得落。冇，佢哋就一睇未掉嘅，一個就講佢哋 message 就講要遠行嘅啫。你講我俾橋歡喜咗就做緊嘅就，歡喜咗係隻頭來。其實有時我是完全唔知係咪事嘅就，完全唔知。แล้ว我講下，我嘅見啊講我老了啊，冇女咗，我見啊你講我，你冇大富大貴嘅，你講我唔是大富大貴嘅，特別講我夠死嘅自己啊，我是冇欠女嘅就，我未冇女嘅，特別講你唔係 expect 講啊大富大貴啊。大富大貴，大富大貴。你講你唔是大富大貴啦，你唔是講大紅毛老翅、大隻狗，你都唔是咁嘅名就。話大丁車啊！你唔是人哋嘅名，特別你未要嘅。哦，你免還你冇名嘅隻，冇名卡都冇呢嚇。你是 forever 有類嘅咋，特別你唔是大類咋。你是順嘅，你佢條命就是講你會彈啊，你會開，你就歡喜嘅。你講你命就是人哋講嘅。然後我講 OK，我就會看家庭。我講我要看家庭啦。一看下你抓你啊，一直頭講一句話，成我一句話就講，你冇兄弟緣嘅。以前教講就你冇兄弟緣。講就陪陪下嚇。你講你冇兄弟緣你就，我講按怎講咧？你講你甲你嘅兄弟姊妹啦。伊唔知我幾個小弟幾個哥，伊唔知。你講你講你兄弟姊妹啦，冇話講呢。我講屌咯，我講你冇兄弟緣呢。你明見啊？當時一個口嚟，特別你學你冇話講呢，是一個口嚟。有代志有蝦米物件，你需要點時候你學，人本是一個口個嘅，你唔是咗混嘅並面，你都唔是。特別你人冇佢哋緣呢，人緣只係只波呢。你講你兄弟姊妹冇緣呢，冇話講嘅，要人家都好。拍到對嘢嚟打擾啊！打擾是 actually 是定幾個字整嘅數嚟咗。打擾是幾個字整，而家打擾是2013年嘅數咗。所以你2013年，你講我你麻冇冇乜嘢，即係你講你冇兄弟緣嘅。你講冇你兄弟姊妹之間咧緣分好薄嘅，已經同我講就，你哋冇偈傾嘅，已經同我講就。你講我聽。咁你都知，就轉頭，我會俾佢，我會人咁俾佢，當時唔是白鴿咧，而家我俾咗大家我係做咩㗎咧？當時白鴿我黐線啊！我白鴿，我俾咗潮啊！就我講當時是白鴿，你人揀嘅邊個有講嗬？白鴿冇，我冇講，你咪夾埋嘅，我是人都成日定住頭嘅事，講我人以後講白生嘅，แล้วอีก็โง่แล้วไม่ปากเขาไม่เย่ so of course ว่าเป็นไม่เย่มาแล้วอีไป講出呢面嘢咧แล้ว你講好要正面講咧我唔到對你哋使我唔使做事啦อันนี้前年啦我 already 是 give up 咧就我冇上我呢面叫上我姐就我唔係講我會隨 life companion 咧最感情啦你講我是啦冇感情嘅就你講我冇你講我是一個人嚟我冇感情嘅，我唔是講我唔是講我一個人冇感情，我一個人冇感情，我是講冇 relationship。你講我冇 relationship，你講冇 relationship 嘅。特別你講我你命冇開，你命冇開。特別講 lonely 嘅就，伊冇講 lonely 啦，伊是講我，伊講
一個係單身一人，你講認真上感情上唔會開花結果，有人同我講咗。你講我係感情是未變化結果嘅，你感情上唔會開花。冇要就呢時呢感情上係冇花果。冇花果。我講我咪是人是一個人嘅，你講叫都是一世人一個人。誒，叫本來阿媽咪係 Your love life is a monk fruit， 就是講你做會笑。貴子，呢是羅漢果啦，又是無花果啦。我明白。你有無花果是你我just 個字係你講咩？fake 嚇，fake 嚇。sorry，你講我有時隨便掉咁整嘅，你講特別個嗬，你講如果你講我一世人你未堂課嘅。你無比人濟，特別你無比人少。你厝內人雖然講無話講無感情，但必然關係是你厝內人嚟，無變掉到即個物件個了。actually 是好啦，就是講，伊講嚇我規世人無迄一種嘅 stress 嘅時候，無講嚇爸母被叫你搞贏啦，兄弟叫你做累啦，伊無講，你無迄一種嘅嘢你就，你無迄一種嘅問題。特別你嘅爸母關係是你爸母，你嘅兄弟關係是你嘅兄弟，然後你工關係是你嘅工。แล้วลุยเนี่ย關係固定去變過咗，如果你冇貪真正濟類，特別你話你高開，你歡喜嘅，你食爸爸嘅，然後你可你會使一世嘅去驚嘅，啊你講到愛情，你係找一個 partner 啦，個 life companion 啊，伊講這個是面上嘅，你個做冇嘅，你講我找唔到嘅，伊講我係 miss 掉這個物件個了嘅 ，miss 掉個了啦，特別我交杯啦，伊講特別你人唔是無歡喜嘅人哦，伊講我講咗，你人唔是無歡喜嘅人啊。你 life 裏邊啊，應該有嘅物件，你有冇應該有嘅物件，你按照變樣啊，半攤未，我咪攞就逼未來嘅。我咪攞啦，阿龍，尋日你其他人看個名人，我就冇咩明白，做咩事都要去看名咧？成個你看啲物件時，伊甲你講物件是，你話你知了特別，伊講出來了 feel 到，哦，哇！伊個再講我甲我兄弟感情薄，了。特別你是袂，我無明做咩事要去看咧？做咩事要去問啊？伊 confirm 要你知嘅物件咧？因為我家己是一個按做款嘅人就，我相信嘅物件咧嗬，我會相信嘅就，所以講啊，就是講我相信講，例如講啦，我有上過一個，按你講係一個線嘅就，我困啲 railway track 位就 ，railway track 位，然後會車愛來。火車路嘅咋，特別我未死嘅咋，我唔是講後火車經過了我未死咋，我真係 just strong 嘅一個 belief 講啊，如果我困喺火車路，有火車本好啦，我本是未死嘅 ，because 啊，我是一種我在 get go 咧就，我在伊 consequence， 我在伊 result， 伊 output 咧就，我唔在係咩就，我唔在 process 咧就，我後來啦，我就係物件。我唔知 process 係咗，所以當時講我就講我會談到佢哋物件，我例如講我攰住講啊，我被例如講前日講就我被食 KFC， 我就講我帶到食係掉咗，即係是我家己學女啊，是我家己行去啊，嗰時我 home delivery 嗰時人做人坐我去，人走去，我唔知佢哋 process 係咗，但係我就講我愛做嘅物件，我係談到物件，我 at the end 啊，我帶到談嚟掉咗，係啦，另外一次係物件啫，我唔知我第時談嚟掉咗，我唔知我。來好 life 啦，我食隻物件本身就，我係俾一個物件啦，我但係我按到到底我真奇怪係邊度，我家己一個人啦，我按到到底我有一個 hobby 嘅就，我有 collection 嘅就，你講我俾你隻物件，我有隻物件我 collect 嘅就，我 collect 就係 Disney 嘅 soundtrack 嘅就，我 Disney soundtrack 幾排，我哋定係博個 hunter 30樣，冇上 language 嚇，我就自己就 ，after so many years 啦，我是90年代開始。特少嗰陣 ，until today 啦，我估let's say 講紅險啊，我除掉講 let's say 啦，我除掉講Pocahontas Greek 嘅 version 我唔捌有過啊，我啲 internet 我看到啦，我叫落 order 去買嘅啫 ，until 2023年嗰陣，迄個是20年前嘅 animation 嚟就，我佢我除掉呢個物件啦，佢我看到那個我買掉 ，because 啊，我 already 相信講，我有一日我會睇到呢個物件咧 ，just that how and when 我唔知呢。所以我後來我 plan 嘅物件是我 already 知佢哋 result。即係你去看名是係咪咧？係咪做咩 motivation 係咪？而家我冇 surprise 係咪咗？但係我去看名佢嗱打嘛，我後來唔能看佢。我 even 話嚟 Korea，等你估個數講嚟，我嚟 Korea，我本時就係講我愛嘅物件咧就。伊教我講嘅物件是我
相信我冇你啊哈 moment 你就，我冇講是哦，我冇你 moment 你就，我一直講嘅事啊，呀，對哦，我知嘅，我了解嘅，冇兄弟演，冇爸冇演，我知嘅，我明白咧就 ，but how and when 是我 question mark 嗰時，所以講我俾企住你就會咗就係，我知了嘅，特別是到落位，你唔知嘅，第四期。特別你，所以你心裏面我而家就係講你八刀嘅事，佢講會做緊時講你唔知其實你唔知度亂嚇嘅。喂，佢頂刀你捌甲我講過，頂刀你未去韓國嘅時，你都捌甲我講過啊。對，我講我 energy option、energy selection 啊，去新加坡咪係使，去香港咪係使。特別我唔知，特別係點時候我 actually 我知講我未去韓國嘅時 ，because I want to。我唔會去韓國，即係我唔使講 DC 嘅去，係啦，我安裝去，我冇辦法 ，because 我特別有一個 method 嘅嘛，即係 approach 嘛，然後我唔知呢樣嘢，所以我就是為咗會知即係 answer 即係 process 啊，我去看名嘅咋，我有幾拿刀，我 even until 啲邊領，我 sorry 啲 Korea 我冇看過到，啲 Korea 我去看他 rose 咗，都做咩事？Korea 嘅人是真正相信呢樣嘢嘅咋，真正300嘅都就真正相信呢種，唔是。有 super modern 係了無，或者講你特韓文是去看名妹啊？但一把韓文去看名妹，乜就係食名，梗係看名。啊，下啲講述差不多相似，樣看樣嘅名，看筆畫嗰種，樣看筆畫嗰種，樣看電能字筆畫嗰種。嗰啲是有用電能字，特別樣無啲樣 daily life 裏邊樣無特特之寫電能字嘅，有時即係樣就係講樣嘅名叫做kim sang hiệp。嗰啲鉗就是成鉗咯，然後生是有幾多嚟生嘅嘛，成對能字咧，響本身另外是幾多嚟字嘅嘛，所以人唔知人嘅名就係成鉗，所以人就係 baby，until now 啦，少年人啊，人嘅 baby 嘅名不是佢 baby 嘅咋 ，until now 就係韓國人嘅名，因 baby 嘅名，人就要看先生，嗰啲先生經筆畫經筆畫，所以你會常常拄到啊，有時人感覺就講啊，有時講你有接觸到一隻。韓國人嘅名啦，你嚟調查嘅講，咦，韓國人名嘅義理就一樣嘅字啊，咁奇怪呢就，譬如講我有一個同事啦，我有一個同事就，伊成記名就，係了你嗬，伊直查某嘅就，伊是一個真水、真少年嘅就，我真水嘅查某嘅就，把就到女真水就，你 Korea poster 裏面出嚟真水嘅查某嘅就，係了特別你嗬，伊名本是真好聽啊，你用 Korean 嚟睇出嚟話係咪未派聽嘅名嚟，係了你嗬。特別我每個類名定能字人就寫，because 我睇定能寫嘛，所以我熟格看人嘅定能咯。我叫佢寫我應表寫嘅，伊寫啦，我冇咩有寫，而家就冇關事。伊格格嘅就，伊寫我看啦，講你寫唔到字啊，講冇我冇寫唔到字啊，一直到啲 content 你俾伊拍，你上嚟就啦，because 伊前，because 伊樣 IC 對面有定能字嘅，伊是比較寫嘅就，伊 IC 有你上嚟定能字啦。伊我看啦，我出你名人哋講嘢咧，講我係老伯。俾對嚟嘅，如果伊出伊看名啦，看名假名啦，伊假出嚟，伊名是假，就是講佢隨住嚟人嚟按住。professionally 看佢成個阿漢呢，叫成個阿漢呢，所以伊名做乜所謂感覺就奇怪，有 question mark 是，because 伊名是鐵臉嘅臉，你知道？人都路人鐵臉嘅臉，佢人嘅名有嘢，那伊個是咧。或者伊有一個鐵，伊第三個字是鐵裡面。你別說你人叫人阿蓮查某名嘛，阿蓮嘛，你嘅時候都是蓮花蓮嘅嘛，對唔對？你嘅時候都是蓮花蓮個字咯，無就是maybe另外一種嘅蓮，那個水嘅查某嘅啦，伊唔是有一隻鐵蓮嘅蓮嗰種，就是講伊是一個金字邊，然後一個連在一起嗰個連，就是嗰個鏈的鐵連接連呐，鐵鏈嘅。有鏈接鏈嗰種，這個鐵鏈的鏈嗰種，一直係個鐵鏈的鏈嗰個字嗰種。我講按住你名啊，人講你咧，伊是一個按水嘅查某嗰種。我講下我嘅名是人哋講 ，because 佢哋名是我立白隨住先生嘅。我講話，伊講我需要有一個按你物件喺我嘅名裏邊嗰種。伊無夠金曉。something like that 啦，一筆話 because 樣無寫 simplified Chinese 嘅，樣寫 traditional Chinese，所以一筆話就字，咁你連字，你冇寫嗰隻劍啊，隻鏈啊，隻車，嗰隻安尼話啦，所以整個筆話就字，伊講啲字寫出來咧，我係大學人看，我係大學即係阿俊看。連到我係講人當中，其實講有一個人將教看名啦，伊愛教你看名，你愛可以看。要買。可以看，而家所以無驚嗰種。我譬如講，人講看名啦，我睇名我歹看。哦，是啊。呢塊物件是講言嘅。
看别演。这个物件是讲演诶，若是你有一个水命诶人啊，伊发现甲你讲哇，你诶骨相真好真好哈，是你就好了咯。若是你 normal 伊无甲你讲诶。这字啊对阿涵，唔是阿龍。啊，我寫係你就練嘅字。我當劍 camera 嘅。當劍 camera 嚟，我冇看到你 camera。誒，我 camera 冇啊。冇。誒，我冇看到 screen share 啊，哦 camera 是啊啦。對。我昨暝甲你講對啊嚇 ，OK。昨暝啊，我看戲哦。昨暝我甲你講，我看咧韓國嘅戲啊，然後我看一隻暗暝對episode對啊吼，我當然該愛困了，但是講我困佢攏叫我請。我愛困。OK。誒，我都看到，當然看到嘅字啊未？冇看到。我看到字。誒，你看。哦，我未記。啊 ，logo。哦，呢安呢嚇安呢？啊對，迄個字啊對，迄個字啊對。Actually 我本時就我昨暝對就出去12點，比較早起7點半咋。你對咪？等貼鋪落就。我看咪看咧 Netflix 嘅就出戲，伊是韓國嘅人嘅戲，韓國戲啊，伊叫做伊淡薄 fantasy 本淡薄。OK 本係唔是講就真正 realistic 特別，我是甲看啊，伊是叫咩 Heaven 咩 Go to Heaven。冇 ，Move to Heaven， 哈 ，Move to Heaven， 哈，你 Move to Heaven 是樣人死啦，一燒一死，厝裏面流落，哈，是 trauma cleaner， trauma cleaner， 你就係你大波燒嚟嘅呢個 Hungry， 哦，你講有即係 Asperger 係點啊？啊 ，Asperger 哈，啊，有少年嘅啊，你白嘢啊？你是唔是講只有伊嚟橋女嘅啊？哦，你朋友嚟驚嚟啊？係但你驚嚟，所以一般是係但你人嚟。係咪？伊唔是韓國人啊？你睇你看伊名，你看伊嘅聲，你看伊嘅聲，我唔知聲咩。伊嘅聲是韓，伊嘅聲是潮州人嘅聲嚟嘅。哦，係咪潮州人名咩啊？潮州人。啊，冇啦，冇唔是潮州人出名嘅聲。潮州人你就看你名，你就看你聲，就講潮州人嘅潮州人嘅。但我發聲。等，我是等 ENG 等哦，等特別是等啊，陳啊，哦，調住嚟等，哦，我唔知意思，哇，係叫細漢嘅呢個韓國面咯，伊有聽好嘅話，特別伊可能有講緬甸嘢，because 伊老伯甲伊講伊是到韓國大漢嘅嗬，伊是啲送嘅，但係大漢咧。哦呀！伊是冇講就大啦，伊去到講4個歲啊，啊未去幼稚班過嘅。伊是對韓國咧個睇幼稚班嘅，所以伊成啲出事了，伊成啲，所以伊是多啲韓國大漢啦。啊，一樣啦，because 伊嘛係韓國人嚟，伊媽媽係韓國人嚟。哦，I see，OK，sorry，咱幫到對嚟，幫到對嚟，別人看命咧，別人看命是你有是 ，why 你 motivation 要去看命是係咩事咧？咱再講下。我無看 future 嘅命，我看 past life 嘅命。哦，講翻咗 past life 嘅命再看，你要 understand 你 past life 係事呢？你 curious？做咩事？你當見有啊哈嘅問題嚟啊哈 problem。哦，實大媽係講有你物件你成日大媽咱會回想師傅講嘅，伊講伊命真正無順是 maybe 伊正視嘅這個型。所以你咪是吹看啥物事？你捌看過？help out in future 無？是唔是我I contribute some kind of merit to in order to change 當今嘅 better life？ 即是講未了嘅，安怎本是 is 你對like you know 你會做啥物物件？你係 can you change it to become better？ 即是講你就係修行like。所以你捌看過，特別是唔是cada人看命是會曉看你 past life 嘅命，還是cada人較濟看命是看你家己 future 呢？一定好。唔知喎。你去吹咗？我記 temple 嘅係你
迄个师姐伊会晓看 past life 的，我毋捌听过。伊讲伊看。伊是 past life 是看安怎讲？你讲我听你经验哈。伊看讲 OK， 伊讲伊讲什么事你会激言，甲你红，甲你惊。Then 哈咪 life 哈咪stage 的 life 的第几个名，你点啥是你是哈。你捌做，你直直做人，还是你捌做别项物件过哦？我有做过 animal 本。做雞，是啊，雞啦，成個雞啦，狗，我都做狗，哦，誒，應該講有會講，你覺得講吼，你到拄着 pet 吼，會 pet 就是甲你嘅，嚇啦，嚇唔驚咯，伊咧，但你有迄個 connection with pets 嘅，即 any kind of pets 嘅，伊狗看到你有尾，有個人看你。狗就看到伊咧，咩嘢嘛？我很唔驚咯，即係很唔驚咯。即係講安怎你會驚會過來咯？所以我會驚當然是古早我嘅 ex husband 啊咯。安尼看咯，又嚟討債啊！你驚是頂到嘅 ex husband 嚟？嚇，要講你古早是哪個？嗰是怎麼？你講你嘅 ex husband 唔是你嘅 current life 有 ex husband 啊？對，伊講係 past life 嘅 husband，唔是 ex husband，你 past life 嘅 husband。我數得夠，你知道呢？是 ex husband，嚇，對 past life 嘅 husband，就是正是啱是頭梯，即係你嘅不多面 ，OK。別人看名呢？你係咪做咩事去看名？你有啥咩 ？Curious？ 即個阿三拉薩咧，阿韓你講下阿韓。冇，我講啦嘛。阿三拉薩咧，你聽到細漢時是看名啥物事誒？我唔是我愛看，是迄個人愛甲我講。迄個人是看名嘅人啊？伊是洪水先生，伊真出名，大太平那邊國家。然後伊一路來啊，伊是啊，就講伊想是寫字練習伊嘅字迄種嘅人嚟。然後伊將搞看名，然後人請伊去台灣啦，伊一年看幾道呢？伊有鐳呢，伊就是賣看咧 ，because 伊無事甲做翻啲物件。然後伊來。我隔壁伊人嘅家庭真技術，真凄慘，所以我爹講講，伊是我爹 childhood friend 嚟嘛，白細漢啲金崩白大漢。即個看名啫人。because 因為古早是細漢啲江沙大漢嘅，然後一般去太平去邊去。然後我爹講like 我 neighbor 啊，就係講伊真出名，嘛直直叫我爹用我爹嘅感情啊，叫伊來咯。因為爹真歹勢嘛 ，because 伊去看名，成70年代就10幾千啊，嗰隻。喲。所以我爹嘛真貴嘅，伊真貴嘅。and 伊看真濟個了是迄個人做生意嘅，人做生意愛去工廠啦，哈咪啊，帶新婦啦，幾點帶新婦迄種物件。所以我爹嘛真歹勢咯，所以我爹講咗，我知講啊，即個是。為了感情啊，我只坎坷 ，because 我隔壁係出邊嘅人嚟嘛，แล้ว伊人出嚟真亂，伊來咯，伊來啊嘛一頭，แล้ว拄好也一過去香港了，我人當邊嚟嘛，所以我就講，你來，你早一咩來，我載你去迄個 airport 啦，แล้ว伊嘛，我嘛坐一條，แล้ว是伊甲我爹講我是我爹講，咪講佢聽啦，แล้ว特別又講，特別我咪相信啦，我聽。我聽喎，你想發聲，你會使講是我咪後你硬硬逼你講。講，特別我是咪相信呀啦。伊個我只講，伊講你這個查我是你坎坷 control 嘅。你是我你幾歲？13歲呢。哦，13歲呢。伊甲我爹講，我講聲，伊講你學你爹真濟白頭毛，真濟頭痛，我都無明白。伊講係咪？了我爹就點頭咯。
伊讲是咯，伊讲我捌路安尼久了，伊讲律师嚟找我，一天是你会对象。我讲一天是你对象。了，伊甲我讲，伊讲伊爱教因的是，你特别小心。了，伊讲若是讲伊教因毋对昂，伊会一路来，伊会就讲啊 ，there will be strife in the relationship。because 伊讲话性格，同埋一个咧出家人讲的是，伊讲常常伊真执着。你们感觉你们想的话呢？执着是咪傲慢？傲慢叫傲慢，傲慢是歹事咧。伊讲伊教因毋对昂咧，伊会一路来，伊会婚姻咧，就会there will be a lot of strife in the relationship。because 我是真硬的人。伊教我讲，伊讲我爹不是这样嘅，伊讲这是你对象咯 ，because 伊讲伊教我爹真想，迄时我是无相信啦，特别我当家己本是 almost 60岁啦，我会相信了啦，特别我买相信，我不买相信了，伊教我爹讲，伊讲若是讲我教因咧，第一好咧是教因含笑，所以讲我捌着我翁，我就要教因是我骂头一句都问我咯，笑咩 ？because 我。意思啥物 ？because 我会叫我爹甲我妈无互我人看命 ，because 伊人真惊我，互迄个神啊影响着嘛。影响着。特别即个我爹会相信 ，because 我爹知讲即个伊是真诶 ，because 伊是细汉啊，白佚佗甘榜啊，换南边换甲大汉去诶，你知了伊会相信伊朋友啦，就是。叫我伊甲我爹讲，伊讲。伊是你对象，伊有影是你对象。然后，了伊安怎你其實嘅在你一直講嘅是樣度甲你講嘅是你其實嘅你爸母甲你講。我坐啲車，特別伊講嘅話，伊有淡薄迄個，伊人佢嚟講細細聲嘅，我個頭聽咯。我坐啲後尾嘛，了我爹哋叫我坐頂去嚟。我坐頭前，愛坐啲腳去頭前。叫你睇來，去。我看了，一看是用 compass 你睇。了一個也一個破啊，我隨咧，個隨你。安怎行下面去隨你名咧？伊行一直頭 offer 你吧，還是你把妹？because 伊來，我人去出食飯啦嘛是借咯。了是你知啦，我人佢只最 bad 嘛每看命物件咧嘛講咯，伊講你寫下面了，伊就問我嘛，伊是下面出事，了伊就在邊算，了甲我講，你頭三嚟找我咧是夾當嘅 ，because 伊人會但是你是相信啦，我是唔相信啦，你會背字啊，真好，特別你第四咧，但伊人冇想 ，so it's out in the left field。係 black sheep 呢？你講我人三人咧，好多我人係小命，小槍物件，特別是會夾當嘅三粒角。伊講我人是三粒 triangle 咯，一粒 triangle。有時特別了，伊坐啲車嘅時，伊就搞我爹大邊做了就，了我唔知做後面一直演聽啊，幾波啊，這樣就只幾波，這樣就只幾波啊！我這樣就是幾波啦啦。了時了伊就咧就講了，咧個梅花物件。了嘛講咯，你甲我爹講，一件是有影是你對手，伊有開始講 Mandarin 嘛？最白。你甲我爹講，你講第要件是伊教因咯，伊講若是伊教因，一個伊無啱嘅，伊會真 strife，真強。了你嘛每咧即阿毛包，看下伊小面，你講伊小包嘅喎。我是不相信，看你物件。包今天能包。我是不相信啊，我唔相信。哦。要講咯，伊講伊講我一個字真濟金，伊講上加阿龍番咯，唔是大富大貴特別 will have a good life。我字是第好名嚟講 ，because 伊是一隻鳥鼠。伊翁都是迄個 go down， 所以一隻鳥鼠接起嚟 go down 咧，你食啊，一世人食袂了
第好苗是我自己讲下，伊家己是未无迄个类啦。哦，伊甲你看，甲你特你惊，甲你看，要甲你爸看。啊，你爸要甲你看你爸。伊无做 detail， 伊 just like 伊食饭时讲啊，你然后水，啊，佢真快呀。那是我是嘛啲车讲，你伊嘛甲我爹讲，你讲我是主播。伊讲第三是真濟主播，because 伊人講話，伊人是講成係你事故嘅啫。哦，珠寶啊，珠寶成句珠寶啊。哦，你 precious。伊講佢頭一個查我是真濟金，但第二個查我是一個鳥豬接 go down， 接伊講成接迄個米倉啊。啊，米倉。啊，米倉，所以伊講你看下一隻鳥豬。啊，一隻鳥豬接起一個米倉啊，食袂了誒，食袂了誒。你講你第三個是真濟主播，แล้ว第四個伊是講伊無咪講，所以我人感覺唔知啦。但係講第四個，你是第四個，你是第三啦。我是第三。哦，你是第三。แล้ว第四是無點聲啊，伊就走啊嘛。啊，第三伊就無點聲，誒第四個是啊，不講細漢嘅，伊唔知是2歲3歲啊，反正。我13歲，伊應該是5、6歲啊，可能5、6歲，伊真細漢。哦。所以伊講特別我人3個走啊，是真啱啦。แล้ว第四個是家己咯。哦，所以你，that means 你這細漢嘅小妹無安尼參過人上嚟嘅。甲我人較無安尼有緣啦。哦 ，OK， 成日同阿龍講嘅呢，伊個兄弟嚟較薄。冇咩姊妹緣呢？哦。特別我唔相信啦。特別佢是主腦都唔相信。是咯，是咯，我唔相信，特別我 sometimes 看啦，本是主啊，我咯。但係我甲我昂上面，我袂使甲我出來人講嘅咪，你看，就是唔是昂嚟聲，最白就甲你講啦，最白就甲你講。whatever， 我冇相信就對啦。誒，伊講啲無啊，你想無準啊？伊想係咪無想啊？無，伊根本都無想。了伊個甲我講，伊講若是講我教因唔對咧，我甲我誒咪講啊，我甲我 mother-in-law 會衝。哦。伊講過，伊講。了，你甲你 mother-in-law 衝。有少年時你講過嚇，你實定當時講過。少年時衝，老了是無啦。少年時衝，少年時衝。特別我是感覺無啦。你教我教因嘛是甲 mother-in-law 衝。mother-in-law 甲 daughter-in-law 無緣呢。較濟啦，較濟。尤其是有查話嘅 mother-in-law 咯。I think 無查話有可能無想啦。當今地出名嘅 case 都表你知咯。嚇，係咪啊？喺裏邊講嘅。喺邊講？喺邊講嘅我唔知喎 ，current 我 TV 國家 Canada 啦，唔知係邊數。嚇，我唔知喎。嚟。有出名最你咪你啲人去講入邊。OK，我講。你講。 So have suddenly 啦，啲轉馬來亞 Facebook 嘅人看到，一個 family， 一個媽，一個查某囝，一個大伯囝，啲做 Facebook Live 咯。然後迄個媽唔知做咩事啊，伊就開 Facebook Live 啊，伊就喊了喎，哎呀，我真的對不起你啊，我跪你啊，下面了伊乜跪嘅時，伊會驚講咯，哎呦媽啊，我真係不好啊，下面啦，唔知 without any context 都知哦。แล้ว the next few hours later 咧，伊會宣布就開 Facebook Live 嚟鬥咯。แล้ว伊就是伊即個馬曉是做 Facebook Live 主隻嘅。哦，伊關係冇開來先啊。哦。influencer 嚟，แล้ว伊有一日即個馬就主持 Facebook Live 都燒無影嚟寫伊嘅內面衫內面褲。哦。แล้ว呢，伊就叫伊嘅查某囝去 WhatsApp 伊嘅新婦，叫伊寫伊嘅內面衫內面褲。
伊個無家己叫，伊是叫伊個家己嘅查某去叫，所以伊翁嘅 sister。唔叫家己嘅查某意思喎，是叫新婦意思嗰度。伊查某有大喎，伊查某有大邊？查某較伊大。哦，有啦。So 了，伊個新婦就洗啦，了伊是愛 hand wash 嘅啊，是真條愛 hand wash 唔是掂落去 washing machine wash 咯，因為伊人真係 conservative 嘛 ，OK， 了解。迄個新婦乖喎。伊就去洗咯，洗啊，特別伊無歡喜嘛，伊就甲伊個翁講咯，了伊個翁就無歡喜咯，我媽叫你洗，你就洗啦，了伊互伊個哥啊，伊個哥個翁，伊個mother-in-law，四個人罵伊罵甲離婚，趕伊出去。為啊，後面山為啊地殼啊！裏邊山嗰裏邊，Oh my god！裏邊年幾時面？裏邊山裏邊講有死哦，有死咗，有死咗，有死。哦，以前不死嘅，伊 complain 啊，伊 complain 就伊 complain 佢硬咋，咁咧伊唔是到啲 Facebook complain，係佢硬講。佢係用開 Facebook 開 live 嚟講自己數咋。嚇！啊，即係加 Facebook 佢。嚟家己新婦咋？伊新婦家己佢在開 Facebook，佢在嚟 judge 到啲嘢苗咯咋。哦，所以同伊本牛排咯。哇，變咗出名係哦。佢諗學鳥誒 ，because 伊鳥講佢一句話，伊鳥講我嗰度寫5年，我就叫佢寫一道，你哋字話講。哦，所以我就想，特別是講 the past 5 years，伊鳥嘅伊新婦寫嚟邊嚟邊講。哦。我唔知我是正還是假，就別個講隨講就啦。你無叫車一看名人去看樣真人嘅名仔。我看是愛 promote 洗衫機。誒，無當今我當今只興嘛，當今我看到迄個 Temu 嘅 app 啊，即個別隻 Sarah 即個別使講介紹我嘅 Temu app 啊，伊有迄個洗衫是 plastic 嘅。我唔知安怎解咧，佢叫我請伊個吉他細湯啊，你個吉開起來啊，嚇細嚟呢，嚇伊個吉烹嘅我唔知安怎伊安怎烹，伊是 rechargeable 啊，是用手解我唔知啦。冇 rechargeable 嘅 ，and then 伊係專門嘅，洗裏邊衫裏邊。嚇，對，伊講成個 hand wash 咧特別個 man 個叫 hand wash。我嗰日條衫是要干那 hand wash แล้ว我去看誒先嘅洗了我一條衫都叫做摸咧。伊別叮當嗰啲衫就開咗。嚇，對，拍一格。阿 John， 嚇 ，washing machine 有一個 mode 是 delicate 嘅嘛？你係 delicate 嘅嘛，就是 hand wash 咯。我伊叫我係，伊叫我你愛係成較好較無呢誒上一步咧，你係到啲即。laundry bag 喂，伊講係即個嘢 laundry bag。我不是安尼。哦。古早我做工我係 silk shirt，咁咧我是用洗衫機，我係啲迄個 laundry 嘅 bag，and then 我係。伊後面數安款咧，伊個會較好嚇。伊咪數啊。Because 伊被扣掉，伊被追掉，哦，伊 bag 冇得掉伊，哦 ，OK。伊被追掉。啊，咱介舊去鋪咯，去看名，佢講個洗衫。洗地殼嗬，伊嘅 mother-in-law 嗬，must be 古早是伊嘅 boy，係個工人嚟，咧有伊家係個皇帝困啊嗬，忽然間嗬變個皇帝，係個貴妃。這是你看，你正式看名看出來啦，你。你變貴妃啊嚇，伊變貴妃就講，我洗我地殼。係啦，見下都考慮我就，你講嘅做啲寫滾滾嘅。哦。佢做啲寫滾滾嘅。你講我洗地殼。大膽刁民，快啲同我洗。OK。貴妃嚟啊，貴妃。看名，若是講人愛來教我看名啦。我要問下面物件，若是講問我來講啦，我唔捌有想講要去看名，有一個想過想，我唔捌講，我要去看名問咗，我唔捌想過咧。Maybe because 我紅教，你在紅教啊，你安尼看物件是隨做袂使嘅，你想個講，袂使對，你袂使想去看名啦，所以。
所以我唔捌想過，但是講我想看的是，他們 under what situation 呢？我特別每去看命。我感覺我規隻人就是講成個 decision making 嘅時候，你就講 OK 啦，所以講我被斷對馬來西亞斷好唔好？嚇，然後咧，你話明白嘅 situation 啊，特別我想別就講安怎看命，成個我 even 到我每日我會懷疑嘅喎。我而家是對唔對？答嘢啦，是你咪 self-fulfilling prophecy。我感覺對我每一下，我個會靠，那時我冇去每嚟講，我個會成個之後唔知 whatever comes whatever turns out 咪是 turns out 嗰時咯。但係每一我個會去 challenge 講，特別我係面是講你看嘛。特別安怎行只路成個冇咩想要去迄邊嘅，sometimes 我覺得細漢時捌看過一道命啦，迄個人唔是直看命，但伊會曉看命，伊是袂做規矩嘅人誒，伊是來你包紅包落這，你收落這，看種嘅人。伊講咧吼，你看命，你當佢知你命了吼，伊會 change your soul 啊，我換你 pass 嘅。it change because 你知道你命，你安尼看咯，伊袂 100% that 行安尼款嘅話，伊 maybe 會較無相淡薄去嘅。你命係假啦，就是講你命。I mean 有命咧，伊是有安尼款嘅 main thing will the final goal will be there， but just different way pathway 你會經會 change 淡薄款嘅，安尼款。伊是甲我講古早漢啊，你我細漢。阿龍嘅名，老就是講，你會記講，你人甲你講你唔知幾歲啊？咩你物件咧？了，唔知安怎去解釋安怎下？阿龍，你個聽？迄個唔是看命啊，迄個唔是看命啊，迄是我上嚟細機嘅 friend 甲我講嘅。記得你去困啊嘛，係了伊記得有一個，伊講地清楚嘅咋，伊講我10幾歲，迄陣時伊無講16啦，伊就講10年後，something like that。所以我哋一來時啊，然後人哋講伊講係16歲嘅，所以我哋所一時期嘅人講我16歲死嘅咋，所以我哋講，伊講係咧記得有一個，另外一個啦，無講16嘅，迄隻叫咧，伊講嗬，而家所別使學你知呢隻天機，你講你字，講你地上嚟朋友，伊講你另外一個朋友，伊甲你講。16，伊講甲安尼明10幾歲啊，無應該。伊講安尼講嘅話咧嗬，伊講即個人伊嘅學啦，伊學啦，我唔是伊嘅學其實報呢，就係呢。伊講即個朋友講出來啦， 10幾歲無，講甲安尼明嘅啊，講人第四嘢啊，伊講即個是真正笨蛋嘅咯就，伊講我看到命，本來我未甲人講你第四嘢就，伊未講甲。安尼名義嘅就，然後講安尼名義嗬，迄個人啊，伊家己應該是學期就報嘅人，伊喺甲我講就，然後即個 anyway，所以即個朋友咧，伊講可能是你先你學你知啦，伊種講學你知咧，你成日我看無咩，我冇看有掉，但係我冇講學你聽係嘛，伊講你愛話咧，可能是你有影，譬如講你命。你淨聽到講，哎呀，我10幾歲就冇去啊！我過幾廿年了，安怎好？伊講你淨 start 很想嘅話，你學你都有影係10幾歲冇去啊！伊講，但是講你唔係啦，你先你知啊嘛，你唔係嘅話啦，你就會去改咯。伊講你按照去改咧，就是講你唔係管你10幾歲，但是講你未 control 你自己嘅心情，你達到because 人是人講嘅，你按照 positive 本好啦，你直接成日就講話冇啊，喂 life exploration 可能直接。exploration， 以後都就係 exploration 咧就，所以你講，愛正做嗰一個 positive， 咁樣 live your current life to the fullest， 唔是特人做得到嘅，真係艱苦嘅物件嚟到。而家大部分嘅人就係講你家己10幾歲就死啊，你直到時就掉你腦子就掉咧。一直掉你腦袋你條加強個假咧就，而講就是講，一種安尼講嘅 emotional 嘅假啦，你未假嘅話咧，而講嗬。你想一個辦法，去解一項物件。伊先甲我講就，伊講話你去解，你簽名。伊講人嘅簽名咧是一年一年直直變嘅，你就。你講你當今看到你10年前嘅簽名啦，你上一個筆等簽出來本好啦，10年前簽加當今簽你呢隻啦，冇像嘅就。所以啊，你講嗬，但是你愛嘅話啦，你去解一個完全冇相關嘅簽名，就是講你 restart 呢個簽名。你講你只 restart 呢個簽名咧。
你嘅命就變嘅。哦，所以講嗬，還是幾年講嘅事？如果4年一個年嘅呢，冇固定一時一個咯。because 我是12年嚟Korea，我嚟Korea我就want to 在這度邊嘅，所以一時一個年嘅出來。OK， and then definitely 是 after 13年嘅，一時一個 1 4 1 5嘅。講緊嘅情緒我就記住，嗱節目啊是即係是20清嘅節目嘅，即係是 secret 就驚面啊 secret。你講嗬，愛話你嗬，講你咪去看面，去假當假細嘅了啊！真麻煩嘅，你講 from 你自己，你對自己會假嘅時，你去假你簽名。哇！咧我聽啦，佢又我唔啱走去假我簽名嗰陣，我走去銀行，佢講好我要換簽名，以後我填 form，我簽到啲舊嘅名，我簽新嘅名，我去行下啲 process 嗰陣，我 insurance 行下啲 process 本咗，就是講我公司，你嘅你換㗎啦，佢啲 signature，你換我簽名要咗，就是講好我同意是新嘅簽名咧，所以我就是 from that day on 到就係我簽名係冇上要咗。แล้ว你當然你唔是你話名，你唔是有咧韓國名咪住好差，咪住冇關係。你簽門你簽 John， 我哋兩簽 EJ 是安尼款，你個想法啦，想這個名特別冇想法。誒，你住係咩啊？住好啊？住好？咩住？你名我嗰時我拍，我特地 clubhouse 俾 schedule，呢個時我隨便。哦，茶好 JH，我就住茶好啊，係住茶好嚇，住茶好嚇。แล้ว我而家叫我就名咯 ，and then 有嘢我同你講啦，伊叫我做嘅物件，我做了幾後啦。That's why 我唔知是簽名啊，還是我係 will 啊，還是有嘢我係身邊嘅貴人啊 ？I don't know。我今日就講下，應該是大下面嘅本稿對咧啦。所以我 until today 啦 ，until 今日啦，2023年嘅3月12號啦 ，until today 啦，你講哇，我嚟個 Korea， 我 until today 我 still 是 feel 到真係 surreal 咋，是 miracle 嘅咋。但是我古早我聽人講嘅物件，我個調啲邊咧嘅話，我冇這個名嘅咋。伊講伊叫我換簽名，我換了。伊叫我特別就 strong， 所以我特別念三句啊 ，I want to go to Korea，I must go to Korea，I'm going to Korea。我特別念啦。我變異咗，我佢哋 life 當然是變異嘅咗，所以伊講我你係假你名咧，面上安尼複雜起安尼好嘢，都佢假你簽名就使啦。特別你問講常去假你簽名，喺度搞掂咩就？你別假叫，我唔一知啊，legally 嘅簽名，去換簽名，我真係見到我哋去拖 form，佢會 change surname 咗，都加等陣，我做咗啲 process 咗，所以所以我廿條。新嘅 document 嘅了啊，新嘅簽名，跟我古早 original 簽名是冇相嘅咯咋。我係 checkbook 嘅簽名是冇相嘅都咁點。所以我做嘅啊，所以唔是講你當佢叫換就使啦，你特別去legally叫換。因為你幫心嚟做，你即係冇心去做嚇。咱古早講會幾個數啊，講因會驚即你昂擺嘅，你會記啊？講佢就講佢。對，一驚昂擺，昂擺是。成個你抹大料嘅是，昂你抹大嘅頭嘅咧，冇嘅一粒面。所以佢哋 universe 裏邊咧是安尼款嘅，迄個物件因會只驚 standard 嘅就一驚 official 嘅物件嘅就。所以就是講你換上面，你唔係叫換呢，你特別 officially 去換上面啊。但你看你 life 都會變咧，所以大家嘅朋友，還是講人在講這裡 official 弄，還是講咪假人嘅名嘅話啦，可以假人嘅簽名，如果假名加假名啊，你話音都差不多成嘅，你假嘅簽，แล้ว還是講你名變咗幾後，你睇個道理話你學頭都幾%Patreon 幾好玩嚇。講會好啊！講，即係另外嘅節目是真20清嘅啦。哇，攀個堆嚟電而家，個仔。有時你啊！哎呦，知唔知啊？講哇，講 HSBC 啊，講等我拍 paste 啲你拍好時候嚇。我當然時間睇成嗰位，望睇成嗰位，我係E-wallet。那就好了。感謝。我唔知，正係我唔知啦。咪當你使去 try 咯。但是我而家邊度，你問講 Q 就去假啦。because if 你名是好嘅，你屈火你咪去假，對唔對？你屈火就是講你名好嘅話，你冇所謂假嘛。because 我安咗會去
嘢，你可能 approach 是 because 伊咁講我攝幾回條事，然後我就聽到呢，我就閃就領嘢嘛，講是咩？我攝幾回冇嘢呀。你可以影響到嚇，當今 today 好即係人講講。Actually 我冇可以影響，我冇可以影響到這，特別伊影響到我真係細行嘅物件咯，就是啊，我有隻物件我當然我只看家只開咯，我冇咩要緊，人都算我，人真係我，我冇咩要緊嘅，because 我是。我冇嘢講咯，because 我做嘢我非常我做掉嘅，我變咗我心態冇上去嗰陣，係啦，故啊，我冇去你看我 Facebook 啊，我古仔我 Facebook bằng birthday 嘛，所以就拄到佢哋自己嘅咋，你朋友咁樣嘅 reminder 話，噗，一大堆嘅啦，咪 Happy Birthday，變咗我就攞佢裏面嘅咗，哦，就是 ever since 嘅，我成日攞佢裏面嘅咗 ，because 變咗人教我講 Happy Birthday 嘅時候 ，reminder 我都成日。14歲就到14歲就第二年，15歲就到15歲就，我哋電台16歲16歲啊，唔同緊啦。所以我賣咗，但係我 block 咗啦，但係我冚掉㗎啦，預咗。但係我哋 Facebook 我哋自己我 post 嘛，我講 actually 我冇 celebrate birthday 嘅 ，because 人我只係笨蛋 celebrate birthday 就當然，我只係笨蛋嘅，我賣啲 reminder 我講我10幾歲了，10幾歲了，哦，都我自己咁多啲講啦，我講我賣 because 我自己講唔自己講冇上咗。人 celebrate 人叫 wish 啊，變咗是一個真正 official 嘅物件曉咗。你全世界啲 wish 都 happy birthday，好多 coupon Starbucks 佢 send coupon 好多係點先啊？對，佢哋 official status of your birthday。我報嘅，我冇時間。我報嘅裏邊咧學嘅人聽到咧，就是淡薄煩惱本嘅，成日講，因為佢想，你安怎去教人邊咧學嘅呢？人講安怎去。face 嘅物件咧，有陣時講，哎喲，你報嘅你隻出嚟時，就係人 message 你，哎喲，阿龍安怎啊？你當佢44歲啊，咩物件咧就為你煩惱啦。特別你死啊就安怎啊？然後變咗變咗你安怎㗎？我當佢我當時愛食咪就食咯，愛買咪就買咯嚇，我冇咩去管呢嚇。所以我你有去開嘅咯嚇，我冇講笑個勁㗎，就咁講我冇咯。我愛食咪就食，愛買咪就買，愛去到就去到位。所以我心態是講，我非常是講 positive 嘅。even 我有年啦，食你其實10幾歲冇嘢本好啦。我 at least 我非常講，嚇我愛做咩我做緊到而家就 actually 啊，快歡喜嘅就。好會。我未學會，我未去 complain 下來咯，但係自己有啲 complain，我都 complain 咗。所以我有歡喜做啦，你冇插講，你冇去插就人哋借就掉啦。because 你講嚟講去，我冇插人哋借嘅。特別我後頭嘅算後頭嘅名，嗰啲講半好啦。我是非嚟講，第二集啲觀眾都冇數嘅。當時本身嚟講，本時好啊，有陣時講，你 feel 到，你 of course 特別佢個真係 desperate 啦，你 feel 到講，哇，我同你個咁可憐啊，我欠人30千啦，係啦，我係冇，佢俾我離婚啊，真係咁講，你 of course 你特別佢個安尼可能點先啊嚇 ，desperate 了，但你叫我咧前面，冇咧，你冇大冇數，你走去我前面 what for 是唔是？但是你面好好嘅，你只未必個大冇好嘅變到變異，變咗我所以，你特別 of course 當然是特別是真係 desperate 嘅 state 了嚇，你個去做隻物件。OK， 感謝啊！你看下 FJ 人 reach out 到你啦嚇，人講即係邊個事？冇就是人 reach out 到我時你是過程嘅，唔係你嘅人就直頭，你幾歲啊？你幾歲啊？當機嚇，有冇再叫你？嚇，你講咩？哇，當然就講嚇，就過去，你是譚詠麟啊？你 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咗呢禮拜講嘅備聲啊！感謝大家各位人分享。講到人即個看命嘅經驗我是個隻 episode 講家驚，我今日聽就講咗，我俾聽維維娃娃。OK， 講嘅最細。有啲個咩？有啲個冇看過，我看呢邊當今攞掉呢。我哋做我不如哋做掉物件本。OK， 講嘅最細，下禮拜再見，拜拜大家，感謝。